续来看这个运安会，经过1年外调查，今仔日来公布到代替泰鲁国号的事故上尾的调查报告。调查来显示，这场的事故史上上界惨重的车厢是第7车甲第8车，这个客票乘客死亡率是坐票的7倍。是来呼吁着代替，应该重新来考虑，是不是要继续来卖客票？我们是不是一起来默哀1分钟？带大家默哀1分钟。去年4月初2，代替苏控8车厝泰鲁阁，伫花莲清水磅空北平的出口弄到工程车，造成49个人死亡，超过200人受伤。本安会调查这个事故1年，发布上尾的调查报告。而监造没有适当监督呢，又是因为交通部、铁道局还有专管对于这个督导跟查核不足的原因。调查指出，台铁局督导早期报告，设计上无照规定的规划时间，敢若追加部分的工期，加上工班无够，造成工程今日牵着有赶工的压力，工程的安全意识嘛无够。通报流程是必须要经过监造厂商，必须要经过专管还有台铁的一个审查，但是台铁、专管跟监造商都没有善尽这样的一个职责。车辆看到物件虽然有减速，不过是弄到毁损上严重的是前半段的车厢。运安会嘛发现客票和坐票风险的程度有增差。站票是坐票离岸率的7倍，台铁应该重新考量站票的发售政策。铁道监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，那铁道局不做监理，那请问，我们国家哪个单位要做铁道监理？运安会提出16项建议，就是要求主管机关的角色要明确，落实分工嘛真重要，才会当避免灾难再发生。那这样的好，来这个美国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